是這中東的衝突要結束啊嘛？媒體已經報道啊，佫包括這停戰的協議可能已經出來，包括30日之內這個海峽會重新開放。另外，這個停火延長2個月，會在這段時間啊繼續討論啊解除針對伊朗的制裁甲濃縮鈾的問題。所以，雖然大家講可能在要結束啊，不過美軍在這個時陣煞總對這個海峽開飛彈繼續攻擊。巴基斯坦總理夏利夫昨去中國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重點咧討論伊朗的戰況。只是習近平才到俄羅斯夏利夫是扮演重要協調角色爾，荷姆茲海峽又閣開始緊張啊。We just got a statement from Central Command confirming that the U.S. carried out what they call self-defense strikes in southern Iran to protect our troops from threats posed by Iranian forces. And they say. 依照 CNN 的報道，美國中央司令部證實講，在伊朗南部挖荷姆茲海峽的阿巴斯港展開自我防衛打擊，拍掉2台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步雷船，以及鎖定美軍戰機後被當作是威脅的一個伊朗地對抗的飛彈陣地。reason they're significant is not only because Bandar Abbas is located right at that choke point at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this is als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IRGC, or the 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Navy. 不過，專家嘛分析講，雙方其實攏在淡化這擺衝突。依照日經亞洲報道，美伊停戰的協議其實正在最後的協商階段。依照報道內容講，雙方協議在結束敵對的行動後30天內開放荷姆茲海峽，這段時間將稱度水雷，而且伊朗未收通行費，並且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所有戰線4月7日達成的停火協議，嘛將在現有的基礎上閣加60天。雙方將在這2個月時間討論解除對伊朗的制裁，當然嘛會處理上歹橋的濃縮鈾的問題。These incredible men and women gave their lives to ensure that the world's #1 state sponsor of terro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Oh, and they won't. They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不過目前也無清楚，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敢會同意這份可能的停戰協議。美國的情報指出，因為穆吉塔巴目前無出面，伊朗內部其實面臨嚴重的溝通的障礙，影響到美國甲伊朗之間談判的效率。美國甲伊朗敢真正會當終止戰爭，外界真關心。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